各位家長，各位關心青少年健康成長嘅朋友，大家好，我係360社區嘅牧師莫宇晴，歡迎收睇我哋呢一個全新系列嘅短片，傾下偈，提防藥，同子女健康同行。各位青少年時期係人生入邊最特別嘅階段，充滿咗好奇同埋探索，但同一時間亦會面對學業、人際關係、社會環境等各種嘅挑戰同埋壓力。喺呢個階段，我哋嘅仔女特別容易受到藥物濫用嘅誘惑同埋風險。作為父母，作為監護人，或者任何一個關心青少年嘅成年人，我哋都肩負住一份重要嘅責任，就係要為到佢哋提供足夠嘅支持、教育同埋保護，幫助佢哋喺一個健康嘅環境入邊係茁壯嘅成長嘅。喺呢個系列入邊，我哋會重點嘅係聚焦喺家庭同埋父母嘅角色入邊，因為我哋都深信家庭同埋父母先係幫助仔女建立健康成長環境嘅最關鍵、最穩固嘅基石。關於政府政策層面嘅討論我哋會留喺其他適合嘅平台再深入交流。喺呢度我哋會專注係點樣從家庭嘅內部出發，賦予家長能力，同仔女一齊嘅行健康嘅路，預防藥物濫用嘅問題。我哋都希望帶出嘅核心信息係預防青少年藥物濫用，絕對唔只係單純咁教仔女對藥物講唔好啦，或者淨係知道藥物係有幾毒，對身體有幾大嘅傷害咁簡單。我哋相信真正有效嘅預防係要透過共同嘅成長、互相嘅支持，鼓勵所有嘅家庭成員一齊去面對挑戰，合力係守護彼此嘅身心健康。我哋會喺短片入邊同大家分享點樣同仔女建立開放嘅溝通渠道，點樣培養佢哋有足夠嘅內在力量，提升佢哋應對生活壓力嘅能力，以及點樣為佢哋營造一個積極健康嘅成長環境，呢個先係攸關重要。喺下一集，我先預告一下，喺下一集，我哋首先帶大家嚟了解一下，到底乜嘢係藥物呢？好多時喺西方社會，我哋都會講到用佢哋話 drugs， 甚至而家開始用 substance。咁藥物、毒品同埋佢哋之間嘅關聯，以及係成人究竟係點樣嘅一回事呢？釐清呢啲基本嘅概念，有幫助我哋更加清晰嘅去認識問題嘅本質，為之後嘅預防工作係會打好基礎嘅。所以請大家密切留意我哋嘅短片，都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出去，俾更多嘅家庭可以受惠。多謝大家。